我之前喺澳門科技大學修讀款待服務管理課程，讀書期間都做過好多唔同工種嘅兼職，發覺工作性質都比較單一，於是抱住學習同嘗試新事物嘅心態，我覺得勞工局推出嘅就業加培訓專項計劃，俾我入選，有機會成為飲品調配師，加入澳娛綜合大家庭，邊做邊學，豐富自己嘅閱歷同擴闊視野。作為新一代年青人，我哋應該要不斷去嘗試、學習同接觸新事物，敢於跳出框架，用心堅持，就會揾到真正適合自己嘅路。David 雖然係第一次接觸呢個飲品嘅調配啦，咁佢喺工作上面亦都充滿熱情。咁我哋好多同事亦都好樂意咁同佢分享經驗。多謝勞工局一直以嚟同休閒企業嘅緊密合作，推出咗就業加培訓嘅專項計劃，為本地嘅年青人提供咗一個能夠同時實現就業同埋提升專業技能嘅優質平台。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好似 David 咁樣勇敢踏出第一步，咁去捉緊每一個機遇，為未來嘅事業發展打下穩固嘅基礎。